续关心台北市北投某一间顾婴仔的中心托婴中心，即马互议员亚讲，内底有4个教保员对待囡仔用不当的方式，上无有8个细汉囡仔互拍。社会局表示，相关涉案的老师、教保人员会当罚8万块至20万，而且会公布因的名声。也若托婴中心会罚款60万，而且要停业1档。囡仔哭声无停，画面中会当看到教保员勒揪囡仔的手骨，甚至还有疑似性脆皮的状况。民代也出北市偏港架顶的托婴中心发生疑似不当对待幼童事件，拢总有4名教保员社区局台，至少有8囡仔受害。目前都会配合社会局的调查，谢谢。实际确定为服业者，只低调回应一切配合调查。北市社会局表示，相关涉案教师分别处8至20万罚款，佮公布因的名。托婴中心处60万罚款，今年7月起停业1年。目前也积极协助现有受托儿童转托。我们认定是情节严重，所以我们也命托婴中心呢，要自113年7月1号开始停办1年。主要是因为现在还有30名小孩就托，如果我们马上立刻停业的话，其实小朋友是没有地方可以转托的。这个机构目前由愿继续营业，转托过渡期间，市府会加强无预警稽查。也毋过明明是偏港架顶的托婴中心，却也是发生不当对待代志。目前全国统一规定，托婴中心偏港每3年举办1摆，以偏港戏日现场资料加观察和评分。民团认为应该检讨偏港制度。除了评鉴的这个半天的一个状况之外，我们应该也要去加强，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个稽查、访视辅导的过程当中，你例行去看到他表现出来的一个样态为何，那再去综整跟这个所谓的评鉴的一个分数共同做一个考量。控告人也建议，偏港部分也要包括访视辅导的内容，稽查部分人员也要无定时抽看托婴中心的监视录影设备执行状况，了解托育人员实际照顾样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